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7章第1节到14节。乌西亚的孙约坦的囝，犹大王亚哈斯继位的时，亚兰王利胜甲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囝比加就来攻击耶路撒冷，总是攻袂破。有人甲大卫的假讲，亚兰甲以法莲已经会面。王的心甲百姓的心拢摇动，亲像树林内的树，互风吹叮当一样。耶和华对以赛亚讲：当你甲你的囝西亚述出去，到顶的池下水沟口，伫漂泊师傅的田的大路，野子亚哈斯对伊讲：你着谨慎安静，无得因为即两支出演的火把头，就是亚兰的利胜甲利玛利的囝，烈会生气来惊吓失胆。因为亚兰甲以法莲甲利玛利的囝，识歹的计谋害你，讲：咱着上来去攻击犹大，了乱伊，攻破伊。伫伊的中间设立他比列的囝做王。主耶和华讲：即个计谋袂建立，也袂成，因为大马色做亚兰的头，利胜做大马色的头。伫65年来，以法莲的确破坏，地教袂成做国，搁撒玛利亚做以法莲的头，利玛利的囝做撒玛利亚的头。说使你毋信，就的确袂徛在。第10节，耶和华搁吩咐亚哈斯讲：你着对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条头，通求伊伫深渊，也是极悬的天。亚哈斯讲：我毋求，也毋试耶和华。以赛亚讲：大笔的家，你着听。你互人为难，兼算做小看事，也要互我的上帝为难吗？因为安尼，主本身要互恁一个条头，看，有17女要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。今日经文读到遮，正道的题目是：耶稣降世为世界带来啥物？将时间交给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主日礼拜中间，儿童诗班为咱献诗予上帝。咱看到后壁嘛有较大汉的儿童，其实后壁遮是家长，家长甲伊的囝儿同齐遮献诗，真欢喜的代志。总是咱嘛有看到。囡仔拢会晓背，大人着爱看谱，佮表示囡仔的记忆力拢加足好，大人记忆着有影渐较差，若到7、8、10岁着搁较差，所以牧师讲到是有时嘛是拢爱看久，就是安尼。今仔日是咱大港节第1个主日，咱有点到第1支紫色的蜡烛，第1支蜡烛是代表期待耶稣基督出世。为世界带来盼望，所以第1支蜡烛是代表盼望。咱进入12月，你会发觉讲，气候愈来愈冷。另外就是咱若去到百货公司，也是到伫餐厅，看到真侪布置，也是因放的歌声，拢是甲圣诞节有关系。所以咱会感觉讲，圣诞节的气氛哪来哪有啊？伫即个月12月21。拜六下晡2点，咱教会青年要伫咱外口陈澄波户外美术馆伫遮演出迄个圣诞音乐剧，题目就是拄着淡水逼而行。拜21，拜六下晡2点，过来就是咱22的主日礼拜，咱是圣诞赞美礼拜，联合礼拜只有1场礼拜，礼拜了，佫有要伫老家报佳音。24暝，咱有平安夜的礼拜的时间，咱真盼望兄弟姊妹有时间，咱尽量来听。今年的圣诞节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特殊的意义。伫咱拄则读的圣经节，咱会当看出，伫主前735年世界所发生的代志。
有真济甲今仔日的世界真类似。当时台北王国已经分裂做南犹大国甲北以色列国，因为东北边有世界当时的强国，就是亚述帝国，伫遐侵占欺负周围遮个弱小的国家。当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，以色列甲阿兰两个国家，因计划要联合起来，要来对抗亚述。因为因当年爱用真侪金银甲遮个财物来进贡互亚述，因感觉真野善啊，所以这两国就望讲犹大国，你会当参阮，咱三国联合起来，搁较有气力来抵抗亚述。总是犹大这个国家毋肯，因拒绝甲因联合，所以因安尼，以色列甲阿兰这两国真受气，就发动兵要来攻打犹大国。当时犹大王亚哈斯，伊听到这个消息，心内真惊吓。而且有一节圣经节描写当时亚哈斯甲犹大百姓因的心境。伫第2节，也写讲有人甲代表的家讲，阿兰甲以法莲已经会明，王的心甲百姓的心摇动，亲像树林中的树，互风吹叮当一样。但是因为今仔日的世界嘛是充满动乱，互人的心真袂平安。到底什么所在才是真正平安的所在？到底哪一个国家才是上安全的所在？咱看乌克兰参俄罗斯已经战2年外，到最近连北韩嘛投入因的军力伫即场战争内面。伫中东以色列参周围遮国家不断发生征战。台湾海峡对面中国毋但用飞弹瞄对准台湾，因阁逐日派飞机、派军舰来恐吓咱。美国看起来敢若是上安全的所在，总是经过911这个事件了后，去美国、出美国，连皮带拢爱抽出来，连鞋拢爱脱起来检查鞋底。这到底是什么所在才是上安全的所在？真侪时阵，咱是毋是甲亚述王共款，互周围遮个消息，互咱影响，互咱的心摇动。当惊吓充满咱的时，什么是会当互咱的心安静落来？上帝话。当亚述充满惊吓的时，上帝知影伊的心真惊，无通瓦靠，所以上帝就差派先知以利亚去甲伊讲话。咱看第3节，咱就知影上帝做代志真有，讲真细腻啊。还袂到的代志，上帝拢知。上帝甲以赛亚讲你甲你的囝西亚雅出去，到顶悬池的水沟口，伫漂布师傅的田的大路迎接亚哈斯。以赛亚先知听上帝的命令，带着安慰的信息，要去强壮亚哈斯的心。以赛亚所带的信息是甚物？伫第4节，上帝用一个譬如，甲亚哈斯讲你看周围所在遮个大国，也是联盟的国家，你着遐尼惊。总是我甲你讲，因只不过是亲像2支出烟的火把，你毋免惊。看你是因为，伫遮上帝话所带来，互咱的愿望是甚物？就是开你的目睭，用新的眼光来看。有真侪惊吓的代志，是因为你甲迄个烟、呛烟，你甲看做是火把。上帝看是烟若定，总是亚哈斯对伊来讲，亲像要甲我吞灭、要甲我烧去的火把。兄弟姊妹，真侪时阵，当咱离开上帝时，就是一撮仔影，咱嘛会甲看做是鬼；一撮仔烟，甲看做是火把。因为你无用上帝眼光来看代志。圣诞节是重新拍开你新的眼光的一个时阵。当你看到迄个出世入马槽的耶稣，
上帝用一种上卑微的款式临到伫即个世界，无人想会到，即个出世伫马槽耶稣，伫2000年后今仔日，犹原是统治全人类人的心，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还搁伫遐继续发出上帝能力甲权柄伫即个世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遮我互咱一句话，就是通过马槽来看你一切行兄，通过马槽来看咱目前所拄着遮个行兄。上帝无惊，上帝真做出世伫上马槽、上卑微的马槽，真做人。上帝无惊，伊取了上低地位。当迄王要杀死即个圣婴儿的时，上帝无惊，对马槽来看你一切行兄。现在咱的行兄是啥物？通过马槽来看，迄个马槽就是上帝降临伫世界的记号。上帝毋捌互遐个信靠伊的人来失望。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带去第二个消息，记载伫第7节。第7节讲，耶和华讲，即个计谋未建立，也未成。人有真侪时阵，咱拢倚靠咱家己的聪明智慧，咱来计划，总是上帝早就知影，迄个计划未成就。所以对亚伯斯讲，你毋免惊。伫历史变迁的中间，咱会当看到上帝毋但是介入伫即个世界，上帝犹原是掌权伫即个世界。有一个事实。世界是上帝所掌权的，伊有整个的计划伫即个中间，所以咱做伊的百姓，咱就爱甲上帝做伙合作，伫伊的计划内面来看上帝所看的，来做上帝所爱你做的。所以毋通伫拄着惊吓的时，亲像以色列王随便去甲人联合，去甲亚述，去甲迄个阿兰国联合，上帝讲未成功。毋通伫拄着困难的时，用无正当的方法来除去你心中的惊吓，就转来到你上帝面前来看每项代志。上帝直接讲因所计谋的徛袂牢，的确未成就。后来嘛是安尼，咱看伫主前721年，北以色列互亚述国来消灭，阿兰国搁较早，两国。拢灭伫当时亚述国的手中。撒旦伫即个世界，伊有伊的计谋，要毁灭人类，要破坏上帝的国度，要杀死上帝的囝。伊果然有将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总是上帝还阁互伊的囝对世人中过活，来彰显伊过活的大能伫今仔日即个世界。上帝爱当时的亚述王降服伫亚述国，因为上帝有伊的旨意，毋免反抗。所以以赛亚就是带着这个信息来互犹大国。第3点，上帝向咱挑战。亚述的信心无够，所以第9节，上帝甲伊讲你若毋信，就的确袂会徛在。今仔日。信仰是毋是咱每一人咱生命的中心？信仰是毋是你一切生活的中心？咱的信心对倒位发出？上帝是毋是你一切信心的出发点？亚述王伊的信心软弱，上帝知影，所以上帝伫遮互伊一个挑战，甲伊讲。你求一个兆头，讲你若是惊到呢，惊讲我的话袂准，无通倚靠，你会当求一个记号，求一个兆头，来看你是要求悬的，还是要求深的，拢好，你求。总是亚述王一连求都毋敢求，伊讲我毋求，我无要试探耶和华，我毋敢求这个记号。兄弟姊妹。偌济时阵，咱的信仰是一种活泼、有力、有经验上帝的信仰。
有真侪人拢安尼，总是咱无，因为你毋敢接受上帝互你的挑战，你毋敢对上帝要求一个记号，你将来毋敢甲上帝讲主啊，是安怎我信主遐尼久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总是到今仔日，我也是一个无受无领的基督徒，我毋捌经验到你，是安怎别人因的信心会当遐尼活泼，会当经验到上帝，总是我无半项通做见证。上帝直接甲你挑战，讲你求，看你要求什么，你会当求一个记号。有一个兄弟，伊捌讲过伊的见证。伊讲伊原本是民间宗教的家庭，读大学第1年，伫新生训练了，咱在学校内底拢有基督徒遮个学生团体，所以呢团体举办一个迎新会，邀请一寡新生去参加，了佫伫遐食中昼，所以伊甲伊几个同学。共寝室的同学，因为讲咱来参加看卖。伫迄日参加了，食饭了，有一个女的学长起来做见证。这个学长来见证讲，我本来这期我就要休学，因为我无钱注册，总是感谢主，伫要开学的前几日，有一个人寄钱来互我，互我会当注册。我会当继续过来上课，所以这几位同学，因等伊到宿舍了，因开始伫遐讨论。因讲哪有人汉拄好，无钱，就人寄钱来互伊注册。讲检采，这是伊家己讲的，所以因几个同学伫遐投票，看是真啊假，结果大部分的人拢讲是假。迄届食饭了。伊就毋捌过去参加团契聚会，干那去食迄顿饭尔定。总是咱会知影，上帝伫即个兄弟的身躯顶，迄个疼永远无弃绝。当伊拒绝上帝了，上帝犹原对伊一对就是对15年。伊讲后来结婚，伊太太先信主，伊太太洗礼了，一直盼望讲伊的先生。嘛会当甲伊做伙来教会，所以想尽办法，叫真侪人甲伊先生苦劝。所以即个先生就想讲，无要紧，我来教会嘛好，我会使慢慢读圣经，看即个圣经的道理是会通还是袂通。总是我也无要洗礼。所以经过真侪年，有真侪人一直甲伊苦劝爱洗礼，伊讲拢袂。最后，伊甲上帝挑战，伊甲上帝讲。讲主啊，明仔我参加礼拜，那礼拜中有一个无熟悉的人来对我提起爱洗礼代志，我就来洗礼。伊甲上帝挑战，所以我想，伊迄日伫礼拜时，伊的心一定想讲，上好无人来甲我讲话。所以礼拜煞，伊甲伊太太，伊真欢喜，伊就要出去啊。行到门口时，一个老姊妹。行来伊身躯边，甲伊讲无物人，你来教会遐尼久啊，你来为洗礼，这是你一生上重要一项代志。咱教会伫2礼拜后有洗礼，即礼拜六，过来即礼拜六有信仰自救班，所以你一定爱来参加。对你来讲是真重要一项代志。即个人伫心内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真正降服伫你。我知影你关心我，你爱我洗礼，我投降。所以这个兄弟真正伫迄届洗礼中间伫遐受洗，伊伫遐见证，讲我自从洗礼了，我逐早起来读圣经灵修，迄是我每一日上欢喜的时间。真正有上帝灵伫遐充满我。伊讲我所经验的上帝是遐尼真，佮遐尼实，佮遐尼疼我的上帝。姊妹，你会当对上帝求一个调头，求一个愿望。上帝伫遮，互阿叔一个上大调头是啥物？记载14节讲看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，
就是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上大的条头，就是你会当去经验上帝甲你三甲地地。当你顺境的时，你感谢上帝，伫遐甲你三甲地地；当你伫逆境的时，你有缘有信心来仰望上帝。所以伫13节有一句话，我希望咱来注意。以赛亚20节讲代表的家啊，恁着听，恁互人为难，减算做是小可的代志。我也要，你也要互你也要互我的上帝为难嘛。我本的圣经写作厌烦，伫英文的意思是 get tired， 真忝啊。讲上帝听候你，听候我真忝啊。以赛亚甲阿叔讲你安尼无烧无冷，就是一直惊你周围国家，毋敢信靠上帝。上帝要帮助你，你依然无信心，上帝对你真野善啊。所以上帝现在要互你一个记号，上大的记号。兄姊妹，有时上帝互咱真侪机会，上帝用真侪方法要带咱进入伊的国度，互咱去经验着伊。总是咱一点仔都无在意。上帝一直要带领你的信仰成长，互你会当真活泼来经验着上帝。总是以你有缘无抵意，检采上帝嘛会甲你讲你互我等甲真忝。上帝爱你起来参加教会服侍，参加聚会，总是你互上帝等甲真忝。虽然是安尼，上帝有缘主动互阿伯斯一个调头，以马内利。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名叫做以马内利，就是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今仔日世界人上需要是甚物？咱上需要毋是武器，毋是科技，毋是财富，是上帝的同在。每一个人会当谦卑来到上帝面前，承认讲主啊，我需要你的同在。无论我去到倒位，拢会当经验到你参我三甲地地。这才是人上需要。有一个圣诞的故事叫做《The Christmas Carol》，咱中文甲翻做圣诞颂歌，嘛有人甲翻做小气财神。我毋知咱是毋是捌看过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真出名，是因为伊甲圣诞节有关系。作者是查尔斯·狄更斯，伊写这个故事。讲起有一个人叫做史古基 （Scrooge）， 伊是一个刻薄、当生、守财奴。伊只有顾家己会趁钱，伫圣诞的前一日，迄暝，伊做一个梦。伫梦中，伊听到迄个铁链的声，慢慢行来到伊的身躯边。这个人已经过身7、8年啊，就是以前伊公司一个股东，迄人甲伊共款，嘛是足刻薄、足当生的。迄人来到伊身边，甲伊讲你若无悔改，你死后会亲像我呢，永远互铁链链掉呢，伫地狱真正艰苦。伫遐有圣诞的灵，以前的灵来互伊看到这个史古基。细汉的时，老爸老母对伊无好，伫圣诞的这个时间等伊学校，伊的小妹来到学校，甲伊伫遐做伙过圣诞。嘛，互伊看到讲，以前伊咧做学徒的时，伊的头家足仁慈、足良善，好款待遮个员工。伫圣诞节的时，甲员工同齐庆祝，同齐伫遐跳舞，欢喜的时间。圣诞的灵，佫带伊转来看伫今仔日。带伊到一个员工的厝，看到迄个员工过了真散车的生活。厝内底嘛无圣诞礼物，嘛无迄个圣诞大餐，总是因的家庭充满快乐，充满幸福。后来这个圣诞的人，佫互伊看到后来伊家己有一日，伊已经倒伫病床面顶，伫遐真艰苦。总是伫圣诞的时，无人来甲关心，无人来插伊。所以伫即个梦了，伊伫遐反转，
伫遐开始想真济，最后伊结论是啥？就是互人的比摕人搁较有福气，施比受更有福。伊的结论就是安尼。伊讲过去即个人去上班的时，伊一个员工较换迟到，啊，普通时伊就开始甲骂啊。总是迄日，伊的员工迟到，入来伊甲伊讲圣诞快乐。伊讲你一年来工作真辛苦，明年我要甲你加薪，互你的生活会当得到改善。伊小妹的囝，伊小妹已经过身了，小妹的囝有甲伊邀请圣诞要请兜聚餐，伊本来甲拒绝，总是后来又敲电话甲即个卫生啊讲我要来参加。一开始来找遮个慈善机构捐钱来帮助人，所以即个故事上尾就是通过圣诞啊，即个守财奴诞生幸福的头家，人生完全改变，互人的比摕人的搁较有福气。啊，这本册的作者是查尔斯·狄更斯，这个作者伊伫1843年的时，伊住伫纽约的郊区。伊写的册卖了嘛无好，厝有5个囡仔，阁有老爸老母爱养饲。伊讲有时连买面包的钱都无够，生活真艰苦。所以有一日，伊来到伫伦敦的溪边，看到遐住伫溪边遐送佣人生活啊真艰苦。当伊转去的时，伊忽然迄个灵感来，伊坐咧开始提笔，开始写一个圣诞的故事。伊讲，阁3个月啊，毋知会付啊袂付。圣诞节阁3个月就到，毋知会付无。总是信心伫遐感动伊，坐落去提笔，一直写袂停，写即个圣诞的故事。头一版出6000本，因为即个故事真正是咧描写叫人伫圣诞的时，你爱做啥物？毋是只有活伫你家己迄个自我的世界，是你爱开你的目睭来看到你四周的人因所需要的是啥物？你爱看到迄个带疼来到世间的耶稣。伊讲，当你写作的时，迄个有感觉，上帝甲伊三甲伫地，所以写甲真欢喜的时，伫遐笑；写甲真艰苦的时，伊伫遐流目屎。伫遐欢喜是讲，即个圣诞是真的，是上帝甲我同在，是伊临到伫我。参我同齐来写这个圣诞的故事。到12月19，这本册出版，第一版6000本，一礼拜销了。到今仔日，毋知翻译做偌济国家的语言。伫圣诞的时，不断有人伫演这个圣诞节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，阮教会遮青年嘛有演这个圣诞节，印象真深。这个圣诞节，毋知摸着偌济人的心，来叫醒人对迄个金钱、对权势的迄个捆绑中间醒悟过来，互人比摕人的搁较有福气。上帝临到伫咱的中间，伫圣诞的进前，咱就有伫咱的心来接受天顶来好的信息，除去咱心内一切惊吓，互耶稣基督进到咱的心内。互咱会当经验以马内利，上帝甲我三甲伫地，互咱会当搭出来，来看到即个世界的需要。今仔日，即个世界需要你我，成做一个世界性的基督徒，毋是只有成做淡水教会的基督徒。咱爱对咱的教会、对社会有所负担。即使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也毋肯为主做工，福音要怎样传出去？即使伫圣诞节的时，咱敢若关于咱的教会，对下早无应甲应暗，圣诞有啥物意义？所以伫遮，我真期待咱今年圣诞进前，你去找一个你上好的亲人，也是你的朋友，也未信主的，你会当甲伊讲某物人，我有一个人生上兴奋的消息。我毋捌甲你分享，我望你今年的圣诞的时，你会使你甲我同齐来做礼拜。耶稣基督，以马内利的上帝，
来到伫咱中间。咱毋是只有要享受伊互咱的平安甲祝福，咱是爱有勇气踏出去，到伫逐所在，咱每一人成做福音的使者，愿上帝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来到你面前，阮领受你所予阮的安慰甲鼓励。免惊，因为撒旦的计谋未会成就。因为上帝，你永远掌权伫即个世界，你来参阮三甲基地。阮恳求上帝，互阮的灵会当活发起来，无搁做一个无受无领的基督徒，互阮有勇气带人来到你面前，来享受上帝，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阮安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